如果你而家手頭上有返幾百萬，或者正話踏入60歲、65歲準備退休，心入面係咪成日有個諗法，覺得喺香港住得又細又貴，不如返大灣區買返間千幾尺嘅大屋，剩返啲錢仲可以環遊世界，過返啲舒舒服服、養尊處優嘅生活？聽落去真係好美好，好似去咗天堂咁。但係我想話俾你聽，呢個夢想如果搞唔好，隨時會變成你下半世嘅噩夢。我身邊有太多朋友喺2018年、2019年嗰陣睇住啲廣告講到天花龍鳳，咩1小時生活圈、珠三角核心，就咁衝咗上去買，結果到咗今日2026年啦，佢哋嗰份血淚史真係講出嚟都冇人信。我今日唔係同你講道理，係要將呢啲過來人嘅血淚教訓一字一句咁拆解俾你聽。好多人話買樓收租等升值，呢套喺香港行得通，但喺大灣區某啲地方根本就係自殺。你想象下，你用咗成副身家，可能係200萬、300萬，喺惠州或者中山買咗間面朝大海、春暖花開嘅豪宅，諗住退休去住。點知住落先發現，個屋苑到咗夜晚黑麻麻，成棟樓可能得你嗰層開燈，想搵個地方飲茶都要揸半個鐘車。最慘係乜？當你想返香港醫病，或者因為屋企有事想賣咗佢換錢嘅時候，你先發現你間樓喺二手市場根本係隱形嘅，冇人接貨，減價3成、4成都冇人問津。呢種租唔出、賣唔去嘅困局，先係最令老人家崩潰嘅地方。點解會咁？我哋要由頭講起。好多香港人上去買樓，係跟住啲所謂睇樓團。你仲記唔記得嗰啲2017年左右好興嘅免費海鮮餐睇樓團？一上到車，成車人都係同你差唔多大年紀嘅阿叔阿嬸，大家傾得好開心。上到去個售樓處，音樂播到好大聲，啲銷售人員口若懸河，話呢度遲啲有高鐵，嗰度有3甲醫院。你望住個沙盤，覺得自己好似買緊未來，但你忽略咗一個最基本嘅事實。內地嘅土地供應同香港係完全兩回事。香港係因為地少人多所以貴，但大灣區除咗深圳同廣州核心區，好多地方係地多到你唔信。你買嗰間樓，可能周圍仲有成千上萬間一模一樣嘅樓等住賣。喺咁大嘅供應量之下，如果你間屋唔係喺地鐵口，唔係喺名校區，唔係喺真正嘅市中心，咁佢就只係一件消費品，而唔係保值品。好多人喺55歲嗰年退咗休，攞住筆強積金上去，以為可以做大爺，結果變咗做守墓人。我有個朋友喺惠州大亞灣買咗間樓，嗰陣係2015年，佢用咗100萬左右。佢以為執到寶，結果到咗2024年，佢想賣返出去，地產經紀同佢講，而家新樓都係賣緊嗰個價，仲要裝修埋，你間二手樓邊個要？佢想租出去，一個月租金先得個1000幾蚊人民幣，扣埋物業管理費同水電，剩返幾百蚊，連喺香港食餐飯都唔夠。呢種資產變負資產嘅心路歷程，真係好折磨。尤其是當你踏入70歲，身體開始有啲小毛病，你發現屋苑附近嗰間所謂嘅社區醫院根本搞唔掂，你要去最近嘅大型醫院，可能要喺高速公路上面奔波1個鐘。呢個時候，你就會好掛住香港嗰啲行幾步就有嘅診所，同埋雖然要排隊但醫療水平世界級嘅公立醫院。呢啲就係買樓養老最容易被忽略嘅隱形成本。所以如果你而家仲心郁郁想上去買樓，我求下你一定要睇完呢份避坑指南。第一點，千祈唔好聽啲地產經紀講咩未來規劃，地圖上面畫條線，話幾年後有地鐵。呢啲嘢喺內地變數好大，可能因為政策調整或者發展商資金鏈斷裂，嗰條地鐵線可能遲10年先開，或者根本唔開。你要買就買眼見為實嘅嘢，你要親自去行下，由你個屋苑行去最近嘅超市要幾耐？行去最近嘅地鐵站要幾耐？如果超過15分鐘，對於一個60歲以上嘅老人家嚟講，夏天嗰陣簡直係攞命。第二點，一定要避開鬼城。咩叫鬼城？
就係嗰啲平時入住率低過30%嘅超大型屋苑。你可能會覺得靜啲好啊，適合養老。大錯特錯，入住率低代表管理公司收唔夠管理費，咁樣屋苑嘅綠化、保安、電梯維修就會越做越差。到時你個泳池變咗臭水池，啲燈壞咗冇人換，你住喺入面只會覺得荒涼，甚至覺得危險。如果你想買嚟養老，一定要揀嗰啲已經入伙咗幾年、燈火通明、樓下有阿婆跳廣場舞、有細路仔玩嘅屋苑，呢啲先係有生活氣息、有接盤能力嘅地方。第三點係關於產權同發展商嘅問題。呢幾年內地房地產市場大洗牌，好多以前聽過嘅大名鼎鼎嘅發展商都出咗事。如果你買咗爛尾樓，你嘅退休金就真係凍過水。所以而家喺大灣區買樓，第一準則係要揀國企或者央企發展商。雖然佢哋嘅樓可能貴少少，設計未必係最豪華，但起碼保證唔會爛尾，保證能拿到房產證。呢點對於我哋呢啲辛苦咗一世、輸唔起嘅老人家嚟講，係最緊要嘅保險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咁係咪大灣區完全唔去得？又唔係。大灣區其實有好多好地方，但你嘅心態一定要轉。你唔好諗住買樓，你要諗養老。其實我最建議嘅方式係先租後買。你既然想喺中山退休，你不如先去嗰度租半年房住下，租金好平，可能3000蚊就住到好靚嘅3房2廳。住落嗰半年，你去感受下嗰度嘅天氣、水質、物料價格，最緊要係感受下嗰度嘅醫療體系。如果你住咗半年，覺得真係好鍾意，嗰陣時再慢慢睇樓都未遲。喺內地買樓係一瞬間嘅事，但賣樓可能係幾年嘅事。你手握現金，你先係大爺，千祈唔好心急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要考慮到兩地文化差異。雖然大家都係講廣東話，但生活細節上面有好多唔同。例如管理費嘅繳交方式、裝修嘅標準，甚至係鄰里關係。香港人習慣咗清靜，但內地嘅屋苑可能成日有人喺樓下大聲播音樂或者做其他活動。如果你性格係比較怕嘈嘅，你喺揀樓嘅時候就要特別注意流動嘅位置，而且你一定要考慮到匯率風險。你嘅退休金係港幣，但你喺內地嘅生活開支係人民幣。雖然呢2年人民幣匯率相對平穩，但長遠嚟講，匯率嘅波動會直接影響你嘅購買力。如果你將所有錢都換成人民幣買咗一間蟹貨樓，萬一港幣轉強或者人民幣大貶值，你嘅資產價值就會縮水。所以資產配置一定要多元化，千祈唔好孤注一擲。我成日同身邊啲60幾歲嘅朋友講，退休生活最緊要係乜？係自由。呢種自由包括財務自由同行動自由。如果你買咗一間租唔出又賣唔去嘅樓，你就好似被綁架咗喺嗰度咁，你想返香港住一排都唔得，因為你要幫間屋交管理費，要打理佢。你原本想去環遊世界，結果因為間樓貶值咗，你變得唔敢使錢。咁樣嘅退休生活，真係你想要嘅咩？再講個租唔出嘅問題。好多人諗住我買2間，一間自住，一間收租。呢個諗法喺內地好多城市係行唔通嘅，因為內地嘅租賃市場同香港完全唔同。租客通常係年輕人，佢哋追求嘅係交通方便、近公司。如果你買個養老區嘅樓，邊個會嚟租？其他老人家，人哋都係想買或者租喺市中心。最後你間收租物業可能空置咗2、3年，仲要俾物業管理費，每個月倒貼。所以我嘅避坑指南入面仲有一條，千祈唔好買公寓。喺內地，公寓同住宅係2個概念。公寓產權通常得40年，水電費係商業標準，貴到嚇死人，而且唔可以落戶，冇學區，轉手嘅稅費高到你唔信，可能去到成交價嘅2成甚至更多。好多香港人唔清唔楚，見到公寓平就買，結果發現係一個大深潭，
入咗去就爬唔返出嚟。退休應該係享受人生嘅開始，而唔係煩惱嘅開始。如果你真係嚮往大灣區嘅生活，我建議你多啲上去行下，唔好跟睇流團，自己搭高鐵上去，喺當地揾間民宿住幾日，去下菜市場，同當地人傾下偈。你會發現，真實嘅生活同售樓書上面嘅完全係兩回事。有好多人問我，咁邊個城市比較好？其實冇絕對嘅答案，只有適合唔適合。例如珠海，環境真係好靚，醫療都唔錯，但房價已經好高，性價比唔算突出。中山同江門物價低，廣東話流通度高，但交通仲係比較依賴揸車。佛山嘅生活氣息好濃，醫療設施非常發達，但缺點係工業區比較多，空氣質量未必每個人都適應。你要根據自己嘅身體狀況、經濟能力同生活習慣嚟做決定。如果你今年已經68歲，行動唔係咁方便，我強烈建議你留喺香港，或者揀一啲離口岸非常近、醫療配套非常完善嘅地方。唔好為咗追求嗰1000幾百尺嘅空間，而犧牲咗最重要嘅醫療保障。喺香港，你唔舒服打個999，幾分鐘救護車就到。喺內地，如果你住得偏僻，救護車揾唔揾到你個屋苑門牌都係一個問題。講返啲過來人嘅故事，我有個老友，2020年喺肇慶買咗間別墅，諗住退休可以種下花、養下魚。頭半年真係好開心，成日喺朋友圈發相。但住多半年，問題嚟啦。佢發現嗰度濕氣好重，膝頭哥開始痛。想揾人維修下漏水嘅天台，揾極都揾唔到靠譜嘅師傅。最慘係佢老婆有次半夜發燒，佢自己唔識揸車返內地嘅路，最後要麻煩鄰居送去醫院，折騰咗成晚。後來佢哋搬返香港住，想將肇慶間別墅賣咗佢，放盤2年，連睇樓嘅人都冇。佢而家每個月仲要交緊過千蚊嘅管理費，佢話間屋簡直係吸血鬼。呢種故事每日都喺大灣區上演。我唔係想嚇你，我係想你保持清醒。買樓係人生大事，退休買樓更加係唔輸得嘅決定。你要記住，你買嘅唔單止係一間屋，係一個配套，係一個社區，更加係你餘生嘅生活方式。如果個配套唔成熟，個社區冇人煙，咁嗰間屋只係一堆鋼筋水泥。所以我再總結一下呢份指南：第一，拒絕睇樓團，自己去睇最真實嘅一面；第二，只買現樓，不買期樓，睇得到摸得到嘅先係你嘅，唔好聽發展香港嘅夢想。第三，首選國企央企，喺而家呢個時勢，保命緊要過賺錢。第四，醫療行先，空間第二，老人家最緊要係近大醫院。第五，先租後買，用1年時間嚟驗證你嘅選擇，呢1年嘅租金係你最好嘅投資。如果你做到呢幾點，你嘅大灣區退休生活先至有機會真正成為你想要嘅養老天堂，而唔係令人後悔莫及嘅血淚噩夢。你要知道，錢喺你自己手入面，你就有主動權。一旦簽咗字，俾咗錢，你就變咗被動嗰個。我哋辛苦咗一世，由20幾歲做嘢做到60幾歲，呢筆老本一定要守得住。有好多老人家話：哎呀，我啲仔女都喺香港，我一個人上去住係咪好悶？呢點都係要考慮嘅。如果你嘅孫仔孫女喺香港，你上去住咗，佢哋可能1年先嚟睇你一次。呢種孤獨感係幾大間屋都彌補唔到嘅。所以我見過最聰明嘅做法，係喺深圳或者珠海呢啲交通好方便嘅地方租間細細地嘅樓，星期1至5上去住，周末返香港陪下屋企人。咁樣既可以享受到內地低廉嘅物價同休閒嘅空間，又唔使放棄香港嘅社交圈子同醫療福利。喺大灣區買樓養老本身係一個好嘅選擇，但前提係你要做足功課，唔好被啲廣告洗腦。你睇下嗰啲廣告，永遠都係一對年輕夫婦帶住個細路喺草地跑，或者係一對笑得好燦爛嘅老人家喺度飲茶。
佢哋唔會拍俾你睇商場倒閉嘅樣，唔會拍俾你睇電梯壞咗冇人整嘅樣。你要做嘅就係去揾出呢啲隱藏喺光鮮亮麗背後嘅真相。最後我想講，無論你最後決定喺邊度養老，最緊要係保持心態年輕，同埋有一筆可以隨時動用嘅現金。留係帶唔走嘅，但你嘅生活品質係實實在在嘅。唔好俾一間樓困住你嘅餘生。如果你已經喺大灣區買咗樓，而且而家覺得好後悔，唔好死撐。趁而家仲有啲價值，考慮下點樣止蝕離場，或者轉租出去。人生下半場，最緊要係活得開懷。講咗咁多，都係希望大家可以避開嗰啲顯而易見嘅坑。大灣區發展係好快，未來都好有潛力，但潛力係屬於城市嘅，未必係屬於每一間屋嘅。我哋作為普通投資者，作為想安穩退休嘅老人家，我哋要嘅唔係大富大貴，而係穩穩當當。希望呢篇嘢可以幫到正喺度考慮緊上去買樓嘅你。記住，多睇、多聽、多行，千祈唔好心急。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諗住上去買樓，記得將呢啲資訊分享俾佢哋聽，大家互相提醒，先至唔會成為嗰啲廣告下面嘅血淚犧牲品。買樓養老本來應該係一件開心事，只要你保持理性，唔好被嗰啲1小時生活圈或者幾多倍升值空間嘅口號沖昏頭腦，你一定可以揾到最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。我哋呢代香港人最叻就係靈活變通，既然環境變咗，我哋嘅養老策略都要跟住變，唔好再用20年前、30年前嗰套買樓必賺嘅思維去睇今日嘅市場。祝大家都可以喺退休之後揾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嘅安樂窩，唔使再為咗一間樓而心驚膽戰。養老係要養心，心安理得先係最高境界。如果你仲有任何關於大灣區生活或者買樓嘅疑問，可以隨時同身邊已經上去住咗嘅朋友多啲交流。過來人嘅經驗往往比地產經紀嘅說話值錢得多。記住，2026年嘅今天，市場已經唔同晒。保持冷靜，保護好你嘅荷包，你嘅退休生活一定可以精彩紛呈。我哋下次再傾更多關於生活、關於理財嘅實用資訊。大家加油，守住份糧，過個開開心心嘅晚年。